大家好，我係 Max 陳妙賢。咁其實咧，我係讀音樂系出身嘅，咁一直以嚟咧都係做音樂相關嘅工作啦。咁亦都啱啱出咗自己第一本書，咁就記錄翻自己喺歐洲街頭賣藝旅居嘅一啲生活。咁今次係我第一次做編舞嘅一個作品。咁我哋進入快問快答嘅環節啦。好希望，因為我自己唔係跳舞個，咁我諗我會好想同幫我跳舞嗰隻舞嘅舞者一齊行一個 journey。即係除咗去呈現最後嘅作品之外，我覺得我都係傾向想同舞者一齊行，去一齊經歷、一齊揾答案嘅一個編舞。今次我呢隻作品因為涉及嘅範疇都比較多，同埋佢好似一個旅程咁樣，咁所以我會話個音樂入邊都好多好豐富嘅元素，即係一啲好柔和嘅嘢都會有啦，一啲好跳躍嘅元素都會有存在。其實係源自於可能生命中好多唔同嘅經歷啦，即係不論可能係我旅居嘅經歷又好，或者係源自於我最中意嘅故事《小王子》都好，我覺得係一個整合嚟。但我會話未必係從本書出發，應該係調翻轉。我覺得其實一級一夫之間都係講緊一個我對於生活或者對於生命嘅態度。咁而書同埋舞蹈都只不過係分別用文字同埋舞蹈去講翻同一個核心嘅某一個嘅領悟。咁所以佢唔會話從本書出發，調翻轉佢好似係令到我再去思考除咗文字之外，我會唔會都可以用舞蹈嚟講到呢樣嘢呢？都會啊，因為我覺得始終好似我本書係講呼吸咁樣，咁我覺得呼吸其實就係一樣好身體嘅嘢嚟，咁所以調翻轉，我會形容有啲嘢可能喺舞蹈上面嘅呈現，可能會比起文字上會更加有力。其實我個作品一級一夫之間會係好似一個好濃縮嘅一個旅程咁樣，即係講一個人去咗唔同嘅地方，經歷咗好多唔同嘅事，有好多唔同嘅情緒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啦，即係甜酸苦辣。咁但係去到最後，好值得我哋每個人去思考嘅就係，即係我哋喺外在嘅世界經歷咗好多，但我哋會唔會願意，或者會唔會有一個意念，其實我哋可以翻自己內心，或者我哋當我哋發生好多唔如意嘅事情嘅時候，我哋會唔會願意翻自己內心照顧自己？咁我覺得呢一個就係我希望透過作品去令到觀眾會思考嘅一樣嘢。3月14至16日，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黑盒劇場，記得買飛啦！到時見。